我係林峰。Hello，又係我 Miss V 啊！今日係2026年2月8號，我而家咧就準備緊去睇林峰演唱會，但而家好早啦，所以我去個 City 嘅 Outlet 行下先。到咗啦，帶我食麥當勞先，早啲食，因為6點半 VIP 入得場。我食完麥當勞啦。我哋嚟到啦，呢個係 Luna Park， 你睇，好似開始有人排㗎喎，去睇下先。油晒啦，終於40張，而家要剪啦，一路睇電視一路剪啦。咁梗係睇家好月圓啦。啱啱咧 print 咗呢啲，咁開始整啦，開始剪，有40個，剪好晒，跟住就可以攞嚟整應援包小禮物啦。去接三小姐放學，橫掂都要喺度等，就帶咗啲小卡嚟剪，消磨時間。已經整好咗40份啦，唔係好多時間啫，用咗。啱啱整咗一批人生5格相。唔好行住，因為好多走落位嘅，咁嗰個走落位係俾我行嘅，OK？即係如果行出嚟咧，咁我冇得行，咁我就唔行到過去啦。你唔使過嚟揾我嘅，我過去揾你哋。唔好意思啊，唔使緊，俾少時間我喺下邊留多少少時間。跟住，現代汽船嘅名係叫做林峰。
時速15公里，逐漸向本港逼近。